第二章，兄弟啊，从前我教恁迄位，并无用高言大智对恁宣传上帝的奥秘，因为我捌定了主意，伫恁中间毋知影别项，只知耶稣基督，佮伊钉十字架。我伫恁遐，佮软弱，佮惊吓，佮摇摇喘。我讲的话，讲的道理，毋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，就是用圣灵甲大灵的明证，互恁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，只在乎上帝的大灵。总是伫完全的人中，阮也讲智慧，总是毋是这个世上的智慧。也毋是这世上有权有位特别灭亡的人的智慧，阮讲的就是从前所蕴藏上帝奥秘的智慧，就是上帝伫万世以前有定互阮得荣耀的。这个智慧，世上有权有位的人无一个知影，因若知影，就袂将荣耀的主钉伫十字架顶，亲像圣经顶所记，上帝为听伊的人所有备的，是目睭袂捌看见，耳孔袂捌听见，人的心也袂捌想到的，只有上帝借着圣灵向阮显明，因为圣灵参透万事。就是上帝深奥的事也参透，除了伫人内面的灵，一嘴知影人的事，亲像安尼，除了上帝的灵，也无人知影上帝的事。阮所领受的，并毋是世上的灵，就是对上帝来的灵，互阮会知影上帝开恩赐互阮的事。并且，阮讲这个事，毋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，就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，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。总是属血气的人，无领受上帝圣灵的事，反倒掠做愚拙，并且袂会知影，因为这个事。只有属灵的人才会看透，属灵的人会看透万事，却无一人会看透伊。一嘴要知影主的心去教导伊呢？总是阮有基督的心。